喺你個皮膚裏邊，跟住注射PDRN， 注射 PDRN 係幫你做咩咧？補嗰個凹凸孔啊！即係譬如如果我係凹咗落去啦，我直頭你點解皮膚會凹咧？我哋嘅皮膚死咗，我哋嘅皮膚死咗就會唔再出啦，即係我個位就會有一個凹咗落去啦。咁佢可以幫你醫翻好喎，佢可以幫你醫翻好喎。咁或者你話喂 Kelly 冇咁嚴重喎，冇咁嚴重用15000夠啦，好嚴重啦，已經我哋叫做香港叫做豆皮啦，用5000或者色斑5萬。或者係色斑好嚴重，喂 Kelly 困擾咗色斑困擾咗好多年嘅，全部用5萬，全部用5萬。青春期小朋友反覆不停咁生暗瘡，一嚟買一盒俾佢，連續使用1星期，馬上有感啊！我明明啱啱瞄咗嘅，佢又彈翻出嚟嘅。連續使用7日就有感啦。一個療程係三盒啊，一個療程3盒啊，但我哋好平。人人都買得起，你去做 facial， 阿仔做 facial 幾錢一次？做針清幾錢？純針清350，純針清350，純針清350啊！加埋 facial 咧，睇下佢該做咩啦。如果保濕嘅話，都要500-600蚊嘅。500-600蚊，我當佢4嚿水，我今日7次，我今日可以做到7次啊！咁嗱，上翻個關鍵字先，呢一個我哋數量有限嘅，姐姐我哋呢個有幾多套喺度啊？幾多桶喺度啊？因為佢呢一個微針咧，佢哋喺呢度醫美診所咧，已經係直頭擺醫美診所用啊，所以佢俾到我哋嘅數量好少，好少。咁但係你咁記得喎，開封後要擺落去雪櫃，佢有一個缺點嘅，所有開封後都要擺落雪櫃。你話 Kelly， 我淨係呢一笪好勁嘅啫喎，我搽完2塊面之後咧，咁我可唔可以用剩咗半支喎，擺落雪櫃裏邊2日內要使用完，同埋佢有個隱藏功能嘅，用完15000微針之後，你疊加所有你之後嘅護膚品，佢會即刻幫你滲入你皮膚裏邊。即刻幫你去治療你嘅皮膚，即係譬如我陣間會用高效美白喎，啱啊！我哋陣間會有支爆奶霜喎，你用佢嘅話，你會再明顯幫你去淡斑啊！生暗瘡用唔用得？有傷口唔用得？只要嗰個暗瘡唔係擠爆咗佢，唔係擠爆咗佢㗎就可以用啦。擠爆咗佢咧就要等佢愈合咗先可以用啊！嗱嚟啦，100套啫，我哋得。100套啫，關鍵字 S1， 關鍵字係 S1， 但係你買 S1， 我哋就即刻會送翻1盒面膜俾你。你買 S1， 因為佢嗰個399嘅原因，我哋會即刻滿咗399，即係你一嚟 S1， 你就會配1盒面膜。就會送1盒面膜俾你啦。咁但係送完即止啊！我哋得300盒面膜啫，送完就冇啦，咁 S1 自己加啦，加1加2加3加4，買滿799，我哋會送翻一個 PDRN booster 啊，PDRN 嘅 booster。所以你買2盒咧就會送買2盒係最抵啊，2樣都有。如果你買2盒咧，你就會攞走係咁啊。你就會免費帶走咗依樽嘢198蚊，190蚊㗎，依盒嘢都120蚊㗎，咁即係加埋帶咗190加400蚊，400蚊係咪啊？係啦，300蚊啊，300係咪啊？300蚊啊，係啦，300蚊，即係你買2盒，咁你好抵啊！100幾蚊就攞咗個微針，係啦，你買個微針香港係好少15000，我係暫時冇見過15000咧，係淨係得診所有得賣啫，所以佢哋根本就唔憂賣，亦都你見到冇乜主播可以嚟呢度做直播嘅，淨係佢需要即係比較有實力啦，比較有實力嘅主播先可以嚟，因為佢哋係品牌推廣嘅啫，所以你見到啲嘢唔貴㗎。唔貴，從來冇諗咁多嘢，因為正常所有呢啲醫美診所嘅 product 咧，呢啲微針咧過千蚊起跑噶啦，全部你一掂到呢啲玩 PDRN 啊，10000幾微針啊，全部要1300、1400、1500起喎，有啲誇張到係賣2、3千蚊噶喎，如果你自己去診所買，係要賣到
2000出頭㗎，即係你去佢哋嘅醫美診所係2000出頭㗎，因為而家我哋就喺個工場裏邊啦，所以我哋先有呢個價錢啦。如果唔喺工場，冇工場價㗎，係冇工場價㗎。所以買到賺到啦。嗱，最後10盒啦，自己珍惜啦，100盒啫，俾大家粉絲試用價嚟嘅，絕對買到賺到，只有這100啦。好嚟啦。好，跟住下一個啦，大家最心動噶啦，去到1萬啦，去到5萬啦，去到5萬啦，嗱，去到5萬啦，5萬就係要嚴重嘅皮膚問題。咩人士用咧？嚟啦，5萬啦，嚟啦，咩人士要用到5萬咧？去啦，呢個係佢哋真實客戶啊，跟住咩人士要去到1萬咧？塊面已經係咁啊，鬆弛到已經係掉晒落嚟啦。跟住咩人士要用咧？啲斑已經多到咧，直頭係 puzzle 斑啦，好似啲蝴蝶斑咁樣。蝴蝶斑啦，就要使用啦。睇下先，搽完洗唔洗得面？唔使，搽完千祈唔好洗面啊，唔好浪費啊。但係好吉㗎，我要通知你哋先，好吉，但係好有效。3盒一個療程，3盒如果你係皮膚已經去到即係好多斑斑點點好多閉口嘅話咧，好。